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鍾玉群阿群妹。我相信當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都對阿群妹我親好食呀，下煮茶，尤其係第一個時節後，大家可能福喜來咧，就做來啉一下咖啡啊，食一下點心。做乜嘅按樣食咖啡會本人有一種心情變輕鬆嘅感覺咯，因為其實咖啡有當種無共樣嘅美食，做得老人嘅人生嘅經驗啊，韓國人嘅感受做一個結合。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咖啡湯，佢唔單止可以一間店、兩間店以外，佢很多地度買嘅當道神奇嘅東西，韓國做得同人下去交流佢嘅故事啊，韓國泡出一杯好食嘅咖啡本，謝謝大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，係暖空咖啡嘅頭家馬克，歡迎。嗨，大家好。係來自桃園暖空咖啡的馬克，很高興來到這邊。好，歡迎馬克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亞豆嘅咖啡湯哦。我一開始有講到吼，亞豆啲咖啡店地度買一個動神器，很跳痛的東西。對。同俺想象的東西係完全冇佢用，亞東西應該唔會啲咖啡湯出現，它就是掛包。對，我們就是有賣早餐搭配掛包跟咖啡這個樣子的組合。對，可是我知道還有一個動神器嘅組合，因為一般人想講，咖啡店啊，咖啡店會配乜嘅？就是配什麼三明治啊、三明治、漢堡啊這一種，對對，或者是甜食蛋糕什麼的。對。有冇想到講愛老呀咖啡同掛包結合做強下？因為我們原本有一家店在龍潭，那當我們要把店擴大到第二間的時候，我們選定在中壢。那個時候想說早上大家喝咖啡最多的時間一定是早上上班之前。對。那剛好之前我們在部隊的伙房有待過一陣子。那個時候就想到，不然我們把以前蠻常做的掛包拿來變成早餐，跟大家一起配着吃這樣子。哦，你剛剛有提到部隊，但是部隊的事情我們等一下再講。人家還係對呀掛包還有興趣哦。對。所以因為這樣子的，你自家嘅經驗，古時候老呀掛包變做自家嘅菜單，而且佢地度嘅口味也是特別自己設計過的口味，對不對？對，像是鹽味雞腿跟薑汁燒肉這兩種口味。鹽味雞腿跟薑汁燒肉，哇塞，這也太飽足感了吧！我應該看到這個嘴巴張很大對。哦，這個一般就是來店裡的客人應該第一身體就做的是東爆哦。對，就是當初設定有想說，我們用大塊的肉食來搭配。大塊的肉食。對。哦。所以我們用了整塊的去骨雞腿跟豬肉這樣子。哦，它連比那個給力都是超厚的那一種哎。對。然後再搭配那個蛋跟新鮮的生菜。對。那個肉掛包是不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樣？我們有請那個手工揉麵團的師傅特別幫我們製作。它上面那個是芝麻嗎？對，它是芝麻口味的外皮，這樣吃起來會比較均衡，然後也不會太死鹹或者是太膩口。有。對。我覺得它有一種豆味的清爽。對。對，然後還有芝麻嘅感覺，米絲都底度。古時東南熊熊去一個咖啡店，很多在帶一個掛包走，對不對？對對對。然後那這樣子的搭配沒肚肚吼，因為上班族可能上班早晨肚子搖個時間，吃了一個掛包，這樣子一整個早上的精神就有了。對，就是吃完之後再搭配一杯咖啡，其實早上會剛好，你也不會因為太飽，可能剛開始工作就想睡覺這樣子。對。然後你剛剛講這個掛包的靈感，係因為你先前第一啊周炳的時間，這個當職業軍人的時候，因為剛剛有講到部隊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你先前係一個職業的軍人。對，因為我高中是念軍校的，然後軍校念完就到部隊服役。然後那時候待了幾年的廚房，當廚房的班長。哦，好厲害哦！給周炳會做文案都隱身呢。對，就每天可能要供應600-700個人的伙食。哇塞！所以那個時候就想到了，因為阿兵哥其實在外面上山打野外其實很辛苦，那我們就有試着去開發了一些不同的菜色。然後退伍之後自己開了咖啡館，就想說把以前的經驗拿出來做活用，這樣子。哇，所以你在退伍之後怎麼會想說要做咖啡館呢？
因为我当初的单位比较远，那我想要就近回到家里附近，算跟家里也比较有一个好的照应，所以我选择退伍。那退伍之后，我到咖啡馆工作之后，发现，咖啡其实可以让你跟陌生的人，尤其是客人的距离变得更近。所以我觉得很跳痛，因为俺苏斯懂得给你家的，就是跟你知道是非常理性的，非常直接的，同周咖比要有一些感性的想法，要有一些意向式的连结。俺吃到亚黑某 Q 用给一件事情，故说你做了一个非常跳痛的决定。对，所以其实刚转换的时候蛮辛苦的，因为军人其实比较刚硬一点点。对，咖啡的技术它比较需要柔软的技巧。没错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在学习上也花了一点时间跟适应转换这样子。对，故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现场没有看到有带来这些器具，就是儿童太高来分享这个有一个刚强的心灵，但是儿童太高来分享很柔软的咖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带来的这个咖啡，它的本饮跟感觉我觉得也很柔软，因为它是说可以让人家有舒缓的感觉。对，这一支豆子叫做什么豆子？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支豆子是我们店内的它叫做偶阵雨的配方豆。偶阵雨，晴时多云，偶阵雨的偶阵雨吗？对。中马该不很多偶阵雨啊，台北已经下了好久的雨了。对，最近真的比较常下雨，但是这一支豆子，它当初我们制作它出来的目的是想说，就算我们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就像最近不是下了很多雨吗？那你心情如果很郁闷，但是如果你来喝了这杯咖啡之后，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转换。感觉好像是我呀哈东西又给一笔咖啡。上班族几乎无时无刻都呈现于这一个你知道工作压力疲惫状态。对，故说色按的给咖啡，不管是它的风味还是它的喝起来、闻起来的过程，都都在本饮有一种疗愈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就邀请马克来泡一杯咖啡，来播阿 Q Moist 咯。那我们其实手冲啊，我们在节目之前也有介绍各种不同的手冲方式。那节目也没抢马克同大家来分享，你去咖嘅速冲咖啡嘅方法。好，没问题。对。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手冲咖啡的原理都还蛮单纯的，因为它就是方便让大家在家里制作出一杯好的咖啡。那我们首先要兼顾的是我们的水温，还有我们的咖啡豆的品质。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器具，它的滤杯比较特别一点点，它可以帮助任何的新手都可以很方便的煮出一杯好的咖啡。用板讲哦，因为奶宽太铺粉跟按照跟滤杯都一样是陶瓷的滤杯，为什么说几周在本它新手给你做的它仿片来冲咖啡呢？因为它在设定上有让它水下流的速度减缓一些，但是又不会堵塞，那你就不用担心有些人会想说啊，我好像冲到快来不及了，我赶快把它冲完这样子。对，它会比较稳定一些。那我们首先呢，一开始要先用我们的热水把我们的纸给浸湿。对，先捞呀。自老给淋湿来，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滤纸同跟滤杯它服帖的位？对，它可以让滤纸跟滤杯更为的贴合。对。然后把里面的这个水倒掉，顺沙的做一类老毕业种，它温烧的按用给一类通走。对，这样子等它咖啡色起来，这样还不会烧。对。好，那前置准备完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咖啡粉给倒入我们的滤杯里面。好有感觉哦，真的是真引黑董事哈福起来嘞，要到节目，要到时间。稍微把它的摇晃整平整，对，整平整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第一段的注水。第一段我们称之为焖蒸。焖蒸，对，焖蒸就会先倒一滴嘞小水。现在这个水温大概多少度啊？我们建议会落在92到95度的水温会比较理想一点，因为这个温度可以把咖啡很多的味道跟香味都释放出来。有，我也哈批到哎，像是周亚提一下很多焖蒸的动作而已。对，那就批到有个咖啡跟米稀出来。对。好香哦！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焖蒸结束之后，其实我们就会进入正式的注水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呢会分作2段来进行煮今天的咖啡。不用吞色嘞。对。有的人讲爱沥乾呢，有的人又唔爱沥乾呢，这个差别在哪里啊？
其实我们在讨论一些手法的时候，我们最后都会回归到，我今天想要煮什么样的咖啡出来给人家喝。对，那我们会有一定正确的做法。对，只要它煮出来的味道是一杯好的咖啡，那其实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。好香哦！我吃到亚当米西黑比较浓郁的，对，稍微重一点的味道，它会比较醇厚。尤其像这种天气就比较适合这种类型的咖啡。它混那甜死，对，就是色呀米西它重哎，对，它有咖比米西诶，一开始用譬有一些像咖啡糖果的那样子的浓郁的焦糖，对，重的这种咖比跟米西，对，好，第一段完成之后，第一段跟第二段中间是等一下，停止一下下。对，要停止一下下。这马该本周按用6吞式的呢？因为我们希望咖啡跟水接触的时间可以拉长一些，然后让它里面的物质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有呀，看亚咖比跟什么？这应该是比较偏中深烘焙的咖啡豆。这支豆子是比较中深烘焙一点的配方。对。按导演了，他是有读到有来夫妻来嘅来宾带中深烘焙的咖啡给我喝，所以我还蛮期待的。因为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些，就是大家在挑选咖啡上的时候，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。那像我一开始也是很喜欢浅焙类型的咖啡。你是一开始喜欢浅焙？就栽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因为懂你就会可能一开始是会先接触到比较大众化的，就会它附为咖啡，可能好加牛奶啊，做成拿铁这样子。对。不过慢慢的加音呀这种单品豆或者是美式咖啡豆的时候，就会慢慢的接触，好像是比较果酸香味的。对，它会有果酸啊跟花香。对。但是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也发现其实我不一定要局限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喝什么样子的味道，就一定要喝浅焙的。反而是依照客人的喜好，帮他挑选一支他喜欢的咖啡。有我一下批到黏嘅咖啡香，我现在来喝一下给天司机条前的观众朋友看哦，马克一起来。谢谢。好，来批看呐。当香酥的一种感觉，古时候啲按用嘅下注石头，你做得食到一杯有符合你心情嘅一杯咖啡，係一件非常療癒嘅事情。還有韓國度內容，我同大家來講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富喜來咧，我係做一圈阿權妹，我一下有時嚟追，做乜嘅追呢？因為咖啡太好食，追嘅，真係太香嘅。雖然家下啲嘅蟲嘅時節，批到嘅米是係當蟲嘅咖啡嘅米是，不過家下真係食下去過後，係發現一隻咖啡唔係苦嘅咖啡，係香誒，冇批到嘅米西這麼沉重的感覺，吃起來又有一些些咧淡，甚至還有一些些咧夠水夠香嘅米西。對，嗰時候真係有本人嗰種晴時多雲偶陣雨也沒關係，所以來一杯咖啡。唔好嘅心情全部就會比較，全部就會散退嘅感覺。對，它可以幫你轉換一下不好的心情跟情緒。對，韓國糖工也給體委係有得獎嘅體委，有去參加評鑑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我們有把我們用的豆子送到美國的一個單位，叫做 Coffee Review，它是一個第三方的評鑑單位。那他們寄過去之後，美國的杯測師會幫我們撰寫評分報告。那如果你有拿到90分以上的成績，你才可以掛它的分數標章。哇，那這一支豆子拿到幾多分？這支剛好是在去年年底送審，然後今年分數出來的時候拿到了94分。哇塞，原來我是到一個分數按過嘅體委，對，難怪按好食，因為真係其實體委嘅米是有非常多無窮用嘅米頭，大家各中意嘅咩無窮用，不過是愛克服你一下嘅心情。
亚张米头哈服你的心情就会好色的体味。对，古时候大家做得去脱线看啊，去甲中医嘅体味，去甲中医嘅秘系系嘛解，甚至喜欢用版嘅烘焙程度啊，等下很多节目当中还会同大家来分享。啊，不过吼，也下爱爱继续再来问马克吼，佢每一对店方带来嘅东西，就系呀布丁，焦糖鸡蛋布丁。对，哇，这个上面我还看到是香草籽在上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们希望店里的食物都尽量的天然，所以我们是用整根的香草荚去熬煮出来，然后做成了这个布丁。然后鸡蛋也是选用草饲鸡的红心鸡蛋，好好吃哦！谢谢。它是扎实的布丁，是真银黑软做的哦。你有的给太绵太软呢，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用鸡蛋做的，它可能会加一些粉类的东西。对，啊，不过呀，说起来就黑呀。真银黑真材实料给落去做嘅，韩国跟他讲都不用那个香草荚，哦，给懂贵呢。就我们有跟几个比较好的厂商合作，像之前也有跟龙潭在地的香草农合作这样子，自己对等于讲黑菜梯中的对香草豆荚，他们自己做成香草荚，就是国外进口的那一种哦，对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在地的，所以新鲜度会比较好。对，故说动用心去透现去甲店的杜方嘅材料，再个去甲做出来按用嘅布丁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好，再个来同我邀请马克再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条嘅咖啡豆哦。我们刚刚喝到的这个是偶阵雨，对，亚吉豆味啊，不过其实一直以来推出来当当某共用嘅豆味，对，而且甚至可能是每个季节，或是当年突就某共用嘅豆味。曾经推出哪一些它特别的豆味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？因为像其实咖啡豆是一种农产品，它会因为不同的区域种植出来会有不同的风味。那我们就会按照适合这支豆子的烘焙度来帮它做一个呈现。好难判断哦，因为你要从一类生的豆子，对，你就会去想讲，按用嘅豆味适合用嘅配剂。还够配出来可能会有马干米稀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你要先做好，因为我们可能会先烘样本，然后做尝试，然后再去做好的修正这个样子。但是这是比较偏咖啡馆端的工作。那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客人在挑选上，按照自己的心情跟口味来选就好。对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，当到咖啡店就会写讲，这个是叉叉叉叉配方豆。对。啊，有的会写叉叉叉叉单品豆，也是精品豆。没错。要某 Q 用嘅素材的哪一片呐？像单品豆的部分，它指的是单一国家、单一产区或者是单一品种的咖啡豆，它的来源履历非常的完整。那这种豆子，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品尝到在那个国家的那一座，比方说山头或这个农夫种植出来的味道。爱啲耶，就像茶共用啊，没有你头分嘛该茶叶嘛，啥农夫种的嘛该茶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单品豆。对，没错。但是这咖啡没有你头分种的啦，咖啡你国外种的啦。对，有很多来源的地方这样子。对。那像配方豆，其实陈述的比较像是这个店家想跟客人说的故事。或者是想法，好浪漫哦。对，咖啡配方其实就是咖啡馆的代表跟故事这样子的概念。对，今年的设出过那一道配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除了偶阵雨之外，偶阵雨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还有一支叫做晴天的配方，晴天，它就是做的比较浅焙，充满比较多水果调跟花香。所以晴天跟偶阵雨应该批在里哈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是依照晴时多雨偶阵雨的想法去做我们家的配方，希望客人按照不同的天气会有不同想要喝的味道来做选择。哇，对，那晴天的风味设计了黑用版哦，同大家介绍一下。就比较是奔放的花香跟丰富的水果，它的烘焙度就会比较浅焙一点。对，有爱吃到按钮好像很适合我，因为像爱呀哈，就会有上司爱，或是它重烘焙的咖啡。对啊，有上司就是按钮配到它浅的，它酸味的、酸香味的，有一些的，甚至谈到有一些像茶跟这种感觉的茶类型的风味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搭配爱的心情，甚至甜食、某空用，甚至可能。压力爆给，所以唔好，我就就是真的要喝浅一点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不同的风味、不同的焙度，你们都有不同的有粥，对，都有做这个样子。因为其实以前自己学咖啡的时候，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喜欢喝浅一点的。对，那后面就是希望说客人可以按照
更想要接近客人喜欢的味道来帮他们服务这个样子，所以做出了更多的选择给他们。对，古时候爱搞大家爱用班来，突出自家中意嘅体味，也根本就邀請到專業嘅來哦。其實當然去到咖啡堂就會想講啊。你自家要泡咖啡，我開有咖啡機，唔過我上到愛通奶機體味，愛通奶包上來機，但我寫嘅東西係乜嘅意思？我今日要請馬克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一般啲咖啡體味推嘅包裝蛋糕，我看到當到漂絲，對，比如講乜嘅烘焙度或者是它的來源，它從哪一個國家過來的，嘿，還有什麼處理法？對，它是怎麼被處理出來的？對，然後還有它的風味這個樣子，對，它都是有，因為它的不同的國家跟不同的處理方式會帶出不一樣的口味吧。一般來講，他接看到嘅就是水洗、日曬、蜜處理，對。那這三種有比較推薦，比如說比較喜歡比較酸的，還有酸呢，適合通哪一種嘅處理法？我們會建議他先從水洗處理法的咖啡豆開始做嘗試。所以水洗可能它加個蜜氣就會它偏酸一些嘞。對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是日曬或是蜜處理，就唔會按酸。對，它可能會比較甜一點點。哦。但是主要還是要看它的烘焙方式。烘焙程度，對。烘焙當然就是越層呢，越重烘焙的，就是味道比較飽滿，比較重一點，然後水果的調性就會比較少一些。對，然後淺焙的就是會比較酸香這樣子。它的水果的調性跟花香可能會比較多一些。那主要還是要看豆子是從哪裡來，跟這支烘豆師想要呈現什麼樣的東西。對，韓國有懂豆寫的那種風味，有的甚至有寫乜嘅果子、梅耶啊、菱果啊、葡萄啊、櫻桃啊，然後還有這個有威士忌酒類型的味，酒類風味的，對，所以就是不同的國家所生產出來的不同的咖啡豆，就會有不一樣的特色跟調性。那烘豆師在拿到這支豆子的時候，就會按照它本身特有的個性跟烘豆師一些想法來做烘焙，這樣子。哇，就像烘豆師，就像一個太廚共用，有點像。對，而想辦法做出這個咖啡體味化學變化。對，那是大廚，也是這個實驗師，對不對？然後烘豆室就是你的實驗室，就是我的廚房跟實驗室這樣的概念。對，韓國也就給這個配體味嘅也就設計韓國也這空間，每很特別有設計跟有這個投入非常多成本去打造的。對，那個時候在選址的時候，希望就是把我們烘豆的狀態給呈現給客人看，然後也希望他們有一個比較舒適明亮的空間，這個樣子。對，工作人行喺做啲看那種配體味嘅過程。對，啊，那個下午在那裡聽錯懂香酥。對，光點一杯咖啡還唔辣，還會配咖啡豆嘅香味，聞到飽。有一點像這樣子的感覺，對，好棒哦！哎呀，真係懂香酥哎。故事我眼上來問一下馬克，你自己定義哦，你知道一筆好嘅咖啡，要有哪條條件，這樣做的喊佢按做好嘅咖啡？像我們自己的話，會喜歡比較乾淨，然後風味明亮，然後甜度很飽滿的一支咖啡豆，因為它其實就像水果一樣，你的水果甜度如果夠高的話，就代表它的品質可能越優秀。哦，對，有點像這樣子的概念。對，不過其實我真嘅愛同大家來分享咖啡，真嘅愛自家去試試看吶。對，其實現在很多這些自家配體味嘅咖啡店，他們都可以開放大家去，比如說點一杯，那你去喝喝看。你中意呀體味，你這樣買轉去。對，沒錯。哦，大家都係透過按有嘅過程，韓國甚至老咖啡師聊天的過程當中，互動的過程當中，他們可以找到自己更喜歡的風味。那像我們店裡就會建議，你先喝過這一款，真的符合你的口味的話，你再帶回去，因為這東西就有點像食物。但是咖啡比較尷尬的是，你看不到它的味道長什麼樣子。對，所以我們都會建議，你先喝過，真的覺得不錯，喜歡之後，那你再買回家，這樣子。冇錯。對。故上看到今日同大家來分享當道咖啡體味知識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。
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好同大家來分享好對桃園來嘅，同大家來分享家到七家破嘢咖啡豆，韓國家到買嘅唔單槍骨包，韓國布丁，非常嘅好食。韓國同大家咩分享嘅動到有關咖啡嘅知識。啊，唔過人家講嘅很多都是比較就是單純的美式而已，就是直接食咖啡本身嘅米西。啊，唔過懂你食咖啡係懂好加牛奶呢？對，喜歡喝拿鐵，喜歡喝卡布奇諾，但是。去到店嘅紅，我店嘅一杯拿鐵，韓國一杯卡布奇諾，我一時發現兩邊用一種用。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嘅福喜一米路啊，就會有請到馬克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有關咖啡嘅小知識咯。上來呀，拿鐵同卡布奇諾有哪一道係冇共用咯？像我們的拿鐵跟卡布奇諾的話，拿鐵它的牛奶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點，然後它可以跟咖啡做到均勻的結合，你同時可以喝到牛奶跟咖啡的甜味。那卡布奇諾的話，它就是以咖啡為主角，它的咖啡的本身豆子的風味就會比較明確，然後咖啡的口感會比較重，牛奶的味道會稍微弱一些，這樣。啊，唔過兩杯都共用，有咖啡，有牛奶，對，然後有奶泡，對，組合成分差不多，對，但是主角不太一樣，對，主角不太一樣。原來係按呢，古時候一下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都知哦，漢白人係上愛食呀，牛奶米西下從嘅做得點拿鐵，你講上愛食呀咖啡米西下從嘅就做得是卡布奇諾，對。對，有兩種冇共用嘅，嗬，大家要好起來哦。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嘅哦，有請專家來講嘅哦。韓國講到像當到大家可能唔單槍上愛烘焙用嘅食咖啡，再進階一步，可能會想到講用嘅來學煮咖啡。那像馬克你去㗎，沒有啲嘅搞做簡單的這個教課的課程，對不對？有。像是如果對於按種嘅初學者。也係講，他冇按到基礎嘅人，家就應該對乜嘅課程開始來學會比較簡單一點呢？像我們的話，會建議，比方說，你想要從新開始學咖啡的話，你可以先去一家你喜歡的咖啡館。假設你很喜歡這家咖啡店的味道，那你就會想要試着煮出這樣子的咖啡。那有一些店家都會定期舉辦一些小型的分享會或分享的小講座，他會跟客人說我要怎麼樣來詮釋我們店裡煮的咖啡這個樣子，他們會教一些簡單的知識，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手沖，就會比較它簡單的一種泡咖啡的方式，就是在家可以很方便快速製作出一杯好咖啡的方法，這樣子，對。像這樣就是比較簡單的。不過人家都沒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課程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像進階的課程，我們通常會先做一些篩選，那主要是留給咖啡的從業人員，或者是咖啡師，或者是老闆們。那我們就是像我們在二店的地方，就有找一些像是台灣的冠軍，他可能負責杯測的，或者是負責沖煮的來做開課這個樣子。對。你剛才有講到二店，對，喺裡面也都可以兩間店，呀一店同二店，大概也都哪一片都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？像我們的一店就是位在龍潭的臨潭街裡面，它一開始是一個半露天的小店，好漂亮哦，對，本人有一種很明亮的感覺，而且又有點色彩繽紛。對，它其實是一間街邊的小店，那裡的客人比較喜歡聚在一起喝咖啡，然後可能彼此也不認識，但是後來聊天聊着就互相熟識起來了。這個樣子。有人情味的一個所在，這是一種黎明中心的概念。有點像，因為龍潭本來就是一個小型的鄉鎮，對，那裡的人其實人情味就蠻重的，那大家也喜歡這樣子的方式。只是那邊的缺陷就可能像這種天氣的話，雨太大就會很潮濕。對，所以我們後來才想說找一個正式一點的門店來做二店這個樣子。對，那二店的位置是在？我們在中壢火車站的前面這個樣子。是在前站還後站？在前站的部分。前站的地方。對。哦，呀，給人家沒看起來就一胎哦。對，就比較寬敞一點，因為我們希望在裡面把烘豆跟其他的空間都結合在一起。好漂亮哦。對，它比較明亮一些。我真中意嗰種炒到蔥嘅順頭嘅嗰種味嘅。對。我做得看到杯，我又做得有感受到明亮的戶外的光照射進來，我覺得那種
很舒服，所以其实我的心肝度也有小小的向往，想要开咖啡堂。对，应该懂你都会按钮。马克当初应该也是这样。对，当初其实大家会想要开咖啡店，就是因为喜欢咖啡嘛。但是我们学习到后面，发现很残酷的事情是，咖啡馆的浪漫其实是留给客人的，不是留给老板的。老板感受不到任何疗愈的氛围吗？因为老板当然也会被客人喜欢你的咖啡或者是店内环境给疗愈到，但老板其实负责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你要做好相当的营运上的打算。像比方说我们碰到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方法来让店维生下去。那像我们同期的一起学做咖啡的朋友，可能目前还继续留下来开店的不到1成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什么？这么惨？对，就其实比较残酷一点。啊，工作感觉幻想要破灭了吗？我觉得开咖啡堂真的可以嘞。很棒的一个梦幻职业，浪漫的梦想，对这个样子。啊，不过你去咖做了以后，你自己有被咖啡疗愈到吗？我垂头上去的时候，还是会被咖啡疗愈到这个样子。对，因为一定会碰到一些没有那么顺心的事情，还是会需要偶阵雨。对，还是需要偶阵雨这个样子。古时候呀，按用就第真经可以一间咖啡店，没按简单的事情，因为要经营一间店的本身就懂困难的。对，韩国因为承受各种不确定的因素，比如讲像2年嘅疫情的关系，对，当时也就疫情有受到嘛个影响咯。像我们2店那个时候在规划的时候，原本已经跟房东签约完了，那我们也找设计师画完图，结果就碰到第一次薯桃的爆发。有地头耶。对，刚好就在桃园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就风声鹤唳，也不太敢出。冲击很大。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，不然我们先停工一下，因为画完图还没有施工，你还可以反悔。对。然后后来等疫情趋缓之后，我们想说，那应该可以开始了吧？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装潢的部分。那装潢好，大概5月中要准备进行大的对外开幕活动的时候，就碰到台湾去年的大疫情，就是不能内用那个时候，对。这所以很辛苦哎。对。当时用个啥？又开店哎。就店已经开了，那我们也有请伙伴了。那当然也不希望影响到不能说因为疫情，然后你也请了伙伴来，就影响到他们的生计这样。那你是好老板，尽量做到将心比心这个样子啦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些方法，像是我们会请伙伴帮我们准备好咖啡跟挂包，然后我们推到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去贩卖这个样子。哇，对。就比较激动式的，因为像按钮，你又喊人的按钮送出去，你又不能，你看你都花钱整理店面呢，不过你喊那出去都 no boy。对。其实这样子也算是，自己店面的曝光吧，对不对？就因为。通常刚开店的时候，一定会迎来一波比较蜜月的时期，因为新开的店大家会想来做尝鲜，但是我们的那个能量就被疫情给扼杀掉了，好惨哦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尽量推着推车出去，然后让大家看见我们。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样子有受到蛮多外界的帮助，因为我们本来设定就是可以方便外带的食物跟咖啡，对嘛，挂包也是方便带走，对，那就会有请我们打电话。比方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送去哪里？或者是我觉得某一些医务人员他们很辛苦，那他们就订我们的食物，请我们送给他们这样子。对，真营呀，咖啡真营都对董人带来美好的疗愈，虽然对老板来说可能很辛苦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马克，你都压哈咖啡都你心肝度还是这么疗愈吗？我觉得咖啡是连接2个不同的陌生人的桥梁，它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东西。那当你端一杯咖啡给一个客人，他被你的这杯咖啡给转换了心情或疗愈之后，你自己也会变得蛮开心的。那我觉得做咖啡有这个想法，会比较能够坚持下去这样子。对，我很佩服你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同时没懂批评可以点没给勇气。对，因为你从军人转换跑道，然后都可以咖啡堂，对，然后还可以2间店，一类的在复习下后，桃园的龙潭灵潭街，对，还可一类黑的中辣富茶头的前站，对，其实这2间店韩国卖爱用的东西。能做到2间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就其实一路以来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啊，不管是店里的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，那因为也有他们的帮忙跟支持，我们才可以继续走下去，不然可能很快就放弃了，这很现实。继续加油，谢谢带本大家美好嘅咖啡。故说咩同乡亲朋友来分享啊，其实咩做得去请呀，有个脸书啊，甚至虾皮，咩做得下单咖啡，听错冇？对，可以从我们的脸书或粉专找到我们，购买我们家的咖啡豆。冇错，故说今日什么马克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咩什么天时机条前观众朋友嘅舒可以休息下来做运动哦。起來嘅朋友，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，行過聽一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。